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我哋將會講解陋室銘呢一篇課文。咁我哋今堂嘅學習內容重點呢，就會講解返陋室銘課文嘅內容，亦都會複習詞類活用、名詞活用為動詞。咁首先呢，係一個作者嘅簡介。咁陋室銘嘅作者係劉禹錫啦，佢係字夢得，係洛陽人。另一個講法，佢係彭城人啦。佢係唐代著名詩人。咁呢，本身佢好受到朝廷重用啦，曾經任監察御史，但係後來因為參與政治改革失敗，去諷刺一啲嘅權貴啦，多次被貶到去唔同嘅地方擔任刺史。晚年佢返到洛陽過住閒適嘅生活啦。咁而陋室銘就係喺佢被貶去和州嘅時候創作嘅，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劉禹錫佢係仕途不順啦，亦都懷才不遇。咁我哋接住落嚟呢，就會進入課文部分。首先第一句，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呢度即係指呢，山唔在於係咪高峻，有神仙居住喺度呢就會出名；水唔在於係咪幽深，有蛟龍潛藏喺度呢就會有靈氣。咁呢個部分，有仙則名個名字呢，本意呢係解名字啦，活用為動詞之後呢，就係解出名、揚名咁嘅意思。咁我哋去到下一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呢度係指呢，呢度係一間簡陋嘅居室，但係呢，我嘅品德，即係指劉禹錫，佢因為我嘅品德高尚呢，而令到佢聲名遠播。咁下一句，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我哋可以見到以下呢兩幅圖呢，都係綠油油一片啦，指緊呢陋室嘅四周嘅居住環境。呢度係解青苔嘅痕跡生長到台階上啦，令到台階變成綠色，草色映入竹簾啦，令到屋內一片青葱咁解。咁去到下一個部分啦，苔痕上階綠個上字呢，本意係指位於高處啦，但係活用為動詞之後就係指向上生長咁解。去到下一個部分，呢度呢，下一句指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咁呢度就係指呢，與我即係劉禹錫佢話啦，與我談笑論學嘅人都係學識淵博嘅學者，同我交往嘅冇不學無術嘅人。咁去到下一度，我哋可以睇到劉禹錫佢平時喺陋室嘅一啲生活啦。佢話可以調素琴，閱金經，即係佢話佢可以呢彈奏冇裝飾嘅古琴啦，閱讀呢用金色顏料寫成嘅佛經。去到下一句指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呢度係解緊呢冇世俗嘅音樂擾亂聽覺啦，亦都冇官府嘅功名令到身體勞累咁解。咁而我哋去到呢度呢，下一句就係指又講南陽諸葛廬，西續紫雲亭，就係講緊呢一間陋室就好比諸葛亮喺南陽嘅草廬啦，楊雄喺西蜀嘅書亭。咁去到最後一句呢，孔子云何陋之有？即係講緊就好似孔子話有咩簡陋呢？咁而陋室銘呢篇文章其實點解佢會用到諸葛亮同楊雄嘅居所嘅書室嚟做一個比喻呢？其實就係講緊諸葛亮同楊雄喺未成名之前呢，佢哋居住嘅地方都係一個陋室，但係後來佢哋都成為歷史上非常之著名嘅大人物啦。所以就講到佢哋嘅名氣同高尚嘅品格，令到陋室變得不簡陋同平凡。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講解陋室銘課文嘅重點部分。多謝大家。